新九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初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竹。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高雄市普及艺术特区，是当地正出名的观光景点。今日饭点了后，半暝啊1点04分，一座茶起的仓库熊熊火烧厝，透强风，所以火是烧甲真猛。到半暝啊3点外，火才拍花，加在无人伤亡，也过仓库嘛风烧甲只剩基骨。一栋茶起的仓库伫咧半暝着火，火烧甲正大，烟正高，因为迄当阵风正透，拖了正紧。高雄市北里地区这场火警发生伫咧透早点外，消防队伫10分钟内赶到现场拍火，真侪人困到一半，听到声音，爬起来看发生什么代志。有人看到仓库着火，惊甲哭出来。他们说1点就刚没有人通知我们啦。也有一位民众爬起哩大楼相关的所在，用手机直播，引起网友伫咧讨论。也毋过安尼生做真危险。仓库的保全伫第一时间就发现仓库内面青烟出来，赶紧报消防队。这边是大勇路嘛，那整个是烧起来。那目前这边空的，那这边就是大家都在逛街的普通仓库。如果不把它破门进去抢救的话，那它烧到最后那个玻璃破掉，它也是瞬间一片火海，那这样可能会更危险。好在在这场火警并无造成另外的伤亡，导火原因也在调查。原本是菜卡达这的仓库烧到这个村骨架，损失正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台湾甲秘鲁互相开放观光的旅游气泡有重大的进展。疫情指挥中心昨昏甲交通部也个外交部做伙开会讨论，决议讲会使做，按过防疫措施甲相关的细节，即马爱去做最后的确认甲讨论。当时会当起过，咱外交部讲会尊重秘鲁，爱个参详。已经研究真久的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泡泡，疫情指挥中心伫咧初八甲交通部、外交部开会讨论。因为进前已经开过几落遍跨部门会议，所以昨个会议正紧就定出大原则，朝向促成方向来处理。防疫措施的详细内容，希望伫这礼拜内会当做最后的确认。外交部也甲帛琉沟通定出最终版本，当时公布尊重帛琉。主要我们还是要尊重帛琉方嘛。那我们还是需要这个讨论过之后，还是需要透过外交部再跟帛琉做一些这个沟通跟确认。正式可以对外宣布的时间，我们会尊重帛琉。因为帛琉到即马也是零确诊，检验的规格也是由台湾的医疗院所协助设置，技术正式，对帛琉环境的安全真有信心。若是开放旅游泡泡，希望以绿色通道的模式，也就是互相绑定检疫规定。做简单的检验和通关较顺，双方一定会放宽相关的检疫的规定了哈。如果要在这边要关5天，那边要关14天，那这个泡泡根本就不可行嘛哈。空有泡泡之名，没有泡泡之实了。除了帛琉以外，但市长也讲，原本考虑要甲其他疫情较稳定的国家推动旅游泡泡，譬如讲越南，也不过因为最近当地传出一寡本土疫情，所以也会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北京的发言人伫记者会顶头访问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要求拜登政府要确实来遵守一个中国这个问题时，伊是表示讲，美国对台湾的立场真明确，嘛袂简白。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伫例行记者会，针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要求拜登政府确实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讲法作出回应。While our position on Taiwan remains clear, we will stand with friends and allies to advance our shared prosperity, security, and valu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We maintain our long-standing commitments as outlined in the 3 communique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6 assurance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assist Taiwan in maintaining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So our position remains the same. 王毅是伫中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遍会议记者会表示，台湾问题无退让的空间，要求中美双方爱遵守无干涉内政的原则。因为包括新疆、台湾甲香港的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另外，中国国防部公布2021年国防预算，比去年增加6.8%。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没有退让空间。对此，陆委会讲，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有权利与国际社会正常交往。台湾的前途更只有台湾2300万人民有权决定。对台海两岸国际到国际关系，中国强调一中原则无退让的空间，也和美中台三方面未来竞争合作挑战正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来关心天气，今日继续受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有地渐雨。咱来看云图。今日伫遮方面的东半部、大台北会落地渐阵风。早起天气较凉，早起低温上低温是出现伫桃园，敢若14度8。若摆是东北季风就会减弱，北台湾温度会回升，天气嘛会变好。也毋过到拜五暗，如果有东北季风会增强，水气会变高，北部、东半部又搁会转做局部地渐雨的天气。若中南部是无啥影响。今仔日伫中南部空气品质是感觉式的提醒，这几天空气品质拢无啥好。这几天北部有落大雨，可花真严重的心得。随望对初六开始就落雨，也毋过要头家欠水也是差真远。宝一水库目前欠水量是19.27%，若宝二水库敢若12.41%。虽然讲这2天新竹地区雨落了袂少，暗过来到水库，会使看到水库内底的水，甲前几天比起来加无偌济。来运动的民众讲，看到即马欠水的状况，实在是真烦恼。会不会担心啊？当然会了。对对，虽然我们外出比较不方便，可是下一点小雨，我们还是希望，不然水库都干涸了。针对整个进到水库的部分，在未降雨前的话，每天大概是8到9万吨，那目前的话也提升到15万吨。根据自来水公司上新的统计，目前第一宝山水库有效吞水量97万吨，供应新竹科学区用水的宝利水库有效吞水量390万吨，比之前敢若加一数啦。这只是一波持续1天2天的降雨。那后续的话，当然整个的川流量或水库的进流量的部分还会慢慢的在做降低。未来的话，还是必须要看天候的状况，持续的降雨情形的话，才能大概来了解是不是能够舒缓整个新竹地区的枯旱状况。为了避免影响科学园区的产能，经济部水利署按算这礼拜前往新竹科学园区，参厂商以及管理局讨论未来开展的可行性。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针对欠水的问题，经济部进前有讲会当开水井抽地下水做产业用水，但水情稳定了后就会冻点。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讲，抽地下水应该是上后尾一步，建议咱政府就要针对污水再利用，去污水的再生水厂较妥当。中南部真欠水，科学园区甲工业区的用水究竟部进前旱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出，遵循水利法进行地质水文的评估，要在合法而且安全无问题之下，开放厂商申请污水井，直接供应产业的用水。进前水利署盘点各地原有的水井有1250口，经过整备纳入自来水系统供水有160口。若成功污水井出水，有计使提供每工34万吨的水源。这个藻井其实是一个可以讲是一个最后的快速的一个手段，要在合法、合于安全保护规则的情况下来做这件事情。根据水利署观测，即阵新竹水情的顶号是到实施减量供水的甘仔式顶号，已经调度桃园石门水库支援每工20万吨，并且在3月底提升到22万5千吨，也甲苗栗永和山水库互相支援。另外，也推动矿化水源紧急利用计划，包含新竹海水淡化厂，也有新北、桃园、新竹甲苗栗这所在，总共6处移动式净水机所这设备，来维持民生甲产业的供水。水利署表示，矿化污水井是不得已，也毋必要的规划，矿化结束就要停用。新竹县有多大的含水层，会不会造成不均匀呈现，会不会造成地盘下陷，这恐怕都真的是需要专家来评估了。但是我觉得长远之计应该是做水的回收再利用。新竹科学园区这个地方，它并不属于地层下陷区，而且它的地下水位在过去几年都非常的稳定。那我们现在会依据厂商的申请，依照水利法
环评法等相关法规来严格审查。学者认为，台湾欠水根本原因是民众对水资源真浪费，污水、雨水回收佮利用也做甲无够。政府除了鼓励节约用水的做法，嘛启动跨部会协调，积极兴建污水再生水厂，若使开发资源，各县市政府也经由污水回收开拓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广播集团下面的敦南科技、和美商、达尔科技买起，这站买卖即马传出有内线交易。广播集团的创办人宋江元防指控讲，伊涉嫌甲这站买卖提早甲伊的朋友讲，大量买股票有赚6000万，涉嫌违反证交法，检调昨昏约谈8个人到案去说明。来看《苹果日报》，沙地阿拉伯瓦近波斯湾全世界上大的油港拄着空袭，也毋过国际油价并无受影响，昨昏同款大起。布兰特原油甚至是起71块美金，连起到71块美金，连续4个交易日拢起。那今年甲打已经起要4成。来看《中国时报》。波隆族的族人王公禄帕拉被判刑这个案，前检察总长有提出大法官解释，这站原住民用6000帕拉，敢算违法的失宪案。今仔日伫宪法的法庭要召开辩论庭。早暗原住民的族人困伫司法院的头前，今仔日开庭进前，伊嘛会放龙烟向祖灵报告，强调垃圾无罪，法律违宪。昨昏，咱国内有新增加7个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其中有4个人是坐共一班飞轮机。另外，针对送到位的 AZ2风车，目前正在做6项检验，若准全部拢合格，才会开始注射。国内礼拜一新增加7件境外移入新冠肺炎个案，其中2人是巴拉圭籍学生，为杜拜转机来台读册，伫检疫期满验出阳性反应，2人拢无症状。972到973例是为英国转来的台湾人，捌伫国外确诊，甲伫国外接触过确诊个案。这些境外移入个案是坐共一班班机转来台湾，拢有登记前阴性检验报告。起定前后排旅客已经被列为居家隔离对象，另外3件个案是按算来台湾工作移工，分别来自菲律宾甲印尼入境，拢无症状，毋过伫检疫期末了后确诊。才刚发病的算是应该是971哈，那他在在二采的时候，他也还是阳性，那 CT 值变成是21。至于这几例其实对国内的影响相对的低了哈，那当然我们这还是要请专家未来再进一步的研判。顶礼拜3到台湾的 AZ 原厂疫苗，甲即卖奥利检验，外界关心什么时阵用住？食药署表示，每一批疫苗拢会依据原厂规格做6项国际通用检验。另外，依照台湾的规定，要搁加检异常毒性试验，等到合格了后，才会到成都现场放行。到目前为止一切都非常的顺利，然后报告完成，我们就会来打。那我们检验大概我可以大概跟查一下这个你告，我们大概是6+1了哈，一个6种是一般国际都通用的需要检验的，那另外一种是我们国内特别要求的。台湾透过 COVAX 平台买疫苗，由原还未到货。指挥中心表示，目前甲台湾共款是非联合国会员的国家，拢无收到疫苗。另外，国产疫苗高端伫临床试验高龄族群受案较少，但市长呼吁民众支持国产疫苗参加临床试验。不过，万一是无法度顺利受案，也无排除复业者变更紧急使用授权计划书，以分离会展通过的方式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6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7例，目前计共976例。中国的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已经超过4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973万例，印度甲巴西拢超过1100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英国是超过423万例，法国超过396万例。
镜头来香港来关心香港电开新型冠状病毒预防下注射计划，严格昨昏又搁传出曾经有人是因为驻中国科兴公司的预防下了后不幸死亡，这是香港的第3例。另外，针对爱国者治理香港的政策，香港政府昨昏是公布讲，有要挖200个公务员拒绝签署效忠特区维护基本法的声明，所以爱红是透露。香港政府伫今年1月向公务员发通知，要求4礼拜内签署效忠特区甲拥护基本法的声明。港府态度正强，讲公务员若未签，会看情形将之聘用。港府统计，到这个月初8，大概有200人未签，所以安排有关人士离开公務員嘅職務。因為如果即係公務員拒絕簽署聲明，去接納同埋承擔呢個基本嘅責任咧，咁對於即係我哋嚟講咧，會對佢嗰個嘅即係會失去嗰個信心咁所以咧我哋會跟個機制咧係跟進。中國全國人大會議伫初8開始審議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的草案，應該伫咧10月通過。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講，中央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做到愛國者治港，這唔是一個糾束民主派參選的空間。而家我哋唔係要去處理民主派，我哋係處理一啲咧不愛國、不愛港，係破壞香港嘅穩定同埋繁榮。係甚至會挑戰中央嘅權威，係勾結外國嘅勢力嚟到去制裁國家、制裁香港。林鄭月娥要處理嘅代誌1個月前，伫初8暗9點，港府甲最近團做一個確診嘅尖沙咀法院大樓，列做受限區域，要求區內人愛伫咧初9透早2點進前接受採樣，早起7點進前完成行動。講緊係檢測，其實就係。有風險的注射計劃伫咧傳出，有2位4大人自中國的科興有風險死亡了。初8又閣傳出有1位71歲4大人，感官是自科興有風險了不幸死亡。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講，這位4大人無重大病例，死亡原因還閣愛查。不過已經讓香港民眾對有風險有淡薄仔擔心。記者綜合報道。另外，咱來關心敘利亞總統阿塞德甲伊嘅看守，即馬傳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嘅體檢是陽性嘅，2個人目前狀況穩定。阿塞德辦公室有發出聲明，講阿塞德甲伊嘅看守出現症頭了後，攏去做體檢，結果是陽性嘅。不過2個人目前狀況穩定。敘利亞伫2月中開始確定病例大增加，目前敘利亞已經開始咧注意封殺。若敘利亞人口大約是1800萬人，目前因的確診病例有1萬多例，死亡人數有1063個人。過去10天，敘利亞因為內戰、醫療體系互破壞，嘛無體檢的設施，才攏對疫情控制真不利。來關心緬甸軍政府發動政變，今嘛大規模地鎮壓示威民眾，全國9大工會招各行各業大罷工。上新的消息是，緬甸的軍方昨昏半暝用大批人力去包圍仰光的三橋區，掩個民眾無咧驚，針對宵禁令嘛無咧信導，共款佇街路甲軍方相持對立。即嘛傳出安全部隊已經準備要去掠示威者。喺緬甸中部偏北，華人比例真懸的瓦城，當地民眾響應大罷工的號召行上街路。不過為現場的人，維權的所在用手機翕到畫面影看到，有一個人的示威民眾已經倒在塗骹，也無法度判定是死也是活。圍佇邊的軍警也是用鞋一直踢，最後佫將這個人拖走。除了催淚瓦斯，也佫有手零槍支，也互民眾受傷。甲瓦城同款是屬於曼德勒省的良屋，遭民眾翕到。中到手零槍支的手骨烏青，手零槍支的寸數差不多是漆彈遊戲當中的槍支直徑有1.7公分，若近距離被射到頭部，真可能造成腦震盪重傷。緬甸軍政府無顧慮鎮壓反對派，除了造成數十人死亡、上千人被掠。瓦城一間大學校門口的監視器也佫翕到鎮暴部隊衝破大門，闖入校園，驅散個掠反對派人士。歐美國家陸續推出制裁措施，相信是保守澳洲政府暫時停止原本就真有限的軍事合作計劃。
We have reviewed our military engagement, and I announced yesterday that those activities would be suspended. We've also reviewed our development assistance, becaus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do not want to do, and that Australia does not want to do, is to penalise the people of Myanmar. 在军警无情的镇压当中，也出现让人感动的画面。北部属于卡钦族自治区，也是自此大战缅军甲日军激战的美军啊。这天主教修女先是行向镇部部队，野官双手要求军警手下留情，然后佫转身面对示威者，呼吁大家冷静。公视新闻徐家人报道。今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实施防疫措施要满一冬啊！美国总统拜登伫美国时间3月11日会伫电视顶发表重要讲话。来关心泰国的卫生部宣布，自后个月开始要放入入境的限制，已经有助预防下的外国人入境泰国，强制隔离检疫期间会当对2礼拜减到1礼拜就会使。来看美国国务院办年度的国际妇女勇气奖和有14个国家的女性得奖。中国出名的维权律师王宇嘛有得奖，不过伊那亲像是失去联络，无去参加线顶的颁奖典礼。其他消息来关心保护海草大公道小组已经暂时无要甲政府沟通，因讲若要嘛是爱等到公道的人事书送出去了后才去讲。也若前议员王浩宇有伫面册打一段影片，是暗指公道的发起人潘忠正有经手7000万保护工程款。潘忠正是背回讲，这是几啊年前开的会议，若要公布就公布完整的影片。近来海草大公道工作小组初7透早宣布，要接受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中会面，团指款团内部成员意见未合，批评会面定有互政府来安答。海草大公道小组搁再发出声明表示，原定8日会面的时间紧迫，会暂缓会面，另外找适合的时间。另外，初8中部款团呼吁贯彻全民节能、电费合理调整，并且实施碳税制度，这是绿色能源转型的第3条路。你如果要沟通，应该跟各个相关的关心的团体全面的沟通，所以我们要用天然气去换燃煤，我觉得是非常可惜。我们要保护早家，我们要稳定供电，我们也要减煤。电价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本来就电价审议委员会，那要考虑的因素等等，也都会纳入到电价审议会一起去讨论。对着环保团体提出及时调整合理的电价，才有法度兼顾节电救海草大，并且挽救中南部民众的气。经济部表示，会请能源局做整体评估。今来海草大公道连续日日，而什么时阵才是适当的甲政府会面的时间？公道领衔人潘忠正表示，在3月18早时10点，家联书组送到中选会了后，随时拍开大门，欢迎政府单位来跟沟通。其实这个时候呢，并不恰当。那实际上既然不恰当，那我们呢会在3月18号早上10点，在我们联署书送到中选会之后呢，我们会随时打开大门。潘忠正表示，这种会面无适当。而伫这时阵，前议员王浩宇却是伫面册打出一段影片，内容是讲到经手一笔大潭海草大约7000多万块保护工程款。潘忠正也澄清，这是多年前的会议。王浩宇经由一小段影片甲文字引导民众讲，伊是贪财的人，敢若亲像人家抹杀。伊讲当时是受邀请提供生态工程意见，希望还原影片互真相公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为着要压制厝价，行政院的房市健全小组最近有在讨论房地合一税修法的方向。若准厝买一摆5年内又搁卖出去，就会扣35%到45%较重的税金。也毋过学者是认为讲，目前咱国内上大问题是空厝甲囤厝的状况较严重，所以政府是应该爱规划囤房税才对。新的建案广告真济，有的是讲总价真低，也有建商直接送装潢甲车费要来起买厝的人。最近房市交易真热，为阻止炒房歪风，行政院房市健全小组最近讨论房地合一税修法方向，规划要延长第期，持有的定期为2年延长到5年。
直接影响是我们会认为有很多的区域它的交易量会明显修正。那当然，对于一些所谓可能从预售开始购置的投资客来说的话，它的冲击会比较大，因为预售新建的时间大概会是3年左右，再加上5年的话，等于说它这个资金会有一个8年的停滞期，可能也会降低到它的投资意愿。根据即马房地合一税规定，厝1年内卖出去税率45%，有1年以上到2年之内是35%，2年到10年厝是20%，10年以上是10%。即马传出5年内卖厝可能会被看作是短期交易了后，未来2年内卖出去的厝要扣税45%。2年到5年内是35%，5年到10年内是10%，超过10年维持10%。房地合一税根据我们过去长期的研究，它在初期的效果、宣示的效果是有的，可是到后来慢慢的淡化，可能理由就是大家都已经有因应的措施。另外，房地合一税会要纳入境内法人，即卖的规定。境内法人卖厝所得原本只要交营所税10%，未来会改做上悬的税率45%。学者认为，延长房地合一税年限当然是有益的效果，暗可也可能伤害无辜，或者是制造更加侪所谓的投机效果。现阶段上大问题也是伫国内房屋持有的成本伤过低，空厝、囤厝的状况严重。政府应该对囤房税表态，才能真正符合社会期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代替企业工会宜兰分会发起清明要合法请假的活动，因要抗议代替要改变排班的方式，要取消休困日加班，因认为安尼劳工会减薪水。严格即马代替企业工会的总会表示，因也无法度掌握讲有偌济员工要参加，严格工会会继续甲资方协商。代替企业工会宜兰分会顶礼拜5内部发公告，标题写不得不减，呼吁会员保障家己的权益，无论清明敢爱上班，做伙写请假单，还佫有无同意固定假日出勤的单啊，交互分会。因会安尼做是要抗议代替按算变更排班的制度，取消员工伫休困日加班。不过，代替企业工会总会讲，目前也唔知是虾米人发起这个计划。这一次清明节，他们所谓发起的集体休假的事情，我们并不是我们企业工会所发动的。整个义务体系的话，如果说属于技术类的话，可能影响就比较大；但是如果是替代性比较大的话，可能这个东西对陆局来讲是一个考验。自来甲企业工会立场无同款的代替产业工会表示，因认同企业工会宜兰分会诉求，因为代替若是硬要改排班的制度，取消员工休困日加班，薪水较低运务人员照级一个无共，一个月可能会减8000块不等的加班费，影响是真大。另外，排班的制度若改了后，员工可能会更较恶请假。其实人力一直没有补足嘛，然后为了想要节省加班费的支出，就是需要推4轮3班跟砍休息日，对，那推下去的结果其实会让现行的人力是更紧绷，那可能变员工就请不了特休假，对，或者是没有就是请假的余裕这样子。代替产业工会发内部的问卷调查。问会员敢有同意伫清明依法来休困，会看会员的意愿，才决定后一步的行动。根据了解，目前支持清明依法休困的大部分是轮班的运务人员，敢会影响到清明的时运，还该进一步观察。代替伫今年清明连续假期，加开151班车来时运，伫顶礼拜四已经开始卖票，迄天就一日卖超过15万笔的订单，目前已经卖出23万8000多张的车票，其中往东部干线、长途的自强号。目前座位已经拢封住门去啊！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中埔高架桥引道已经全部拆掉啊，昨昏临时车路嘛已经开放通行。为着要让民众看清楚，地图骹有铺无共色水的点仔架，也毋过有民众烦恼讲，安尼时到雨天敢袂伤骨，影响安全。嘛有民众嫌新的车路无够白。你莫紧张，你等下遐车点，车过迄边遐搁坐倒来。这个骑奥多麦的人卡伫路中，唔知要安怎。高雄中埔高架桥拆除了后，车北早起6点开始，站西路加做临时替代道路，大部分的骑士对站西路的评价拢袂歹，不过也是有部分的民众无啥关心这个新的路线。要去适应，刚开始会后置还是那个，红绿灯啊左右转都要给他看清楚啊。我是第一次骑，我是觉得还 OK 啊。上个礼拜来后，我绕好远，
走路就是不方便。为着要让民众较好区分，交通局用蓝色甲红色的点仔架区分站西路上北甲路南的车道。有网友讲，算笑讲，看起来袂输像运动场的跑道，不过嘛有人烦恼着后天的安全问题。摩擦系数平均大概都还是达到80了哈，也最少都有65以上。同样的一个地方做比较，这个安全上，这个摩擦系数在彩色沥青铺面，这个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另外，有网友反映讲，希望路会当整理好较平咧。交通部回应讲，为这漂线等等的工课拢有按规定。它下面是一个地下化的车站，那我们是沿着这个地下化的车站所新构成了一个临时道路，所以这个标线的部分还有这些线型的部分是依照这些道路规范所设置而成。高雄市府拟定出各种的方案，就是要避免在拆除的期间出现交通拍架的情形。不过，车牌规工了受不少民众无管细心的路线，且路口的交通警察斗3工。交通局表示，通行的头1个月会请交通警察协助引导，嘛会持续观察站西路通行的状况，随时做改善甲应变。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台南6家嘅保安宫现处时，即马建筑物已经有40档啊。标门顶悬门神的彩绘嘛，拢已经开始咧落漆。所以专工去请军林的人间国宝洪炳顺老师带学生做伙去做修复，希望要甲庙宇顶贵的传统艺术保留落来。看人间国宝洪炳顺老师一笔一笔斟酌，甲幼路的线条画出来。这是台南市6甲乡的保安宫，伫这防灾中段元岁已经有300多档的历史。保安宫现处时的建筑嘛有40档啊，庙门顶悬的门神嘛开始有落实。所以原底作家，也就是传统彩绘的国宝艺术洪炳顺，就专工为婚林来到台南6甲，修复伊引过的作品。我知我较在施作风格嘛看某方面有需要个调整，我差不多方向是安尼啦。我那部迄边遐有种3个医生伫我家，当然你嘛是第机会，我们去了解修复的迄个风格啦。已经超过75岁洪炳顺，即马还阁真用心咧创作，甲指导侪学生、艺生，传授伊一生磨练出来的彩绘功夫。这摆伊也带伊的学生做伙来到6甲修复保安宫的彩绘，希望会当借这个产学合作的机会，增加因实际操作的经验。有那个使命感，做一点工本位而已，把这个他以前的作品来把它修复了，一些细部的手指啊，或是一些比较精细的武器的一些泥塑都已经有脱落了。他们希望能够来这边协助来这边复原。另外，原底是来协助修复彩绘学生，嘛注意到门口的念花啊有起角啊，佮主动提出要来斗修复，将即马已经真罕见的红门头做的念花啊复原，透过师生同齐用心维护，希望会当互庙宇丰富佮珍贵的传统艺术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现代菜刀材质是800款，伫婚林卖了有一间超过100档的拍铁店，也是用真传统、上界传统的机器甲功夫来拍菜刀。这款传统菜刀毋但俗阁好用，有人客一支就用20档，食好斗相报，阁带亲戚朋友去交关。铁啊烧甲红记记，机器一个一个大力在讲。一块铁片就变做家家户户拢有在用的日常用品菜刀，不少人客专工来买，因为因讲这款手工的菜刀是耐滚耐用，一支就好通用20档。好，这间我唔敢买20-30支咯，我人买去台北一支卖人20块，因为菜刀袂使送人啊，足大足好吃的。然后我儿子还没出生，就那支刀就已经买了，这样不夸张，真的是20几年。这间伫婚林卖了中环宫头前的菜刀店，已经经营超过100年，传承到第3代。第3代头家吴永贵，到即马也是用上传统的方式来拍刀，火炉的热度、眼光的温度爱降到偌低，有真侪眉眉角角爱注意，这拢是一支刀敢有用的关键。你用火爱足重要的，甲做好。你眼光嘛足重要的，爱足专心、足注意的。虽然加足久的，再来买一摆无毋对，毋对咱有成就人家好用，伊会佮介绍人家来买安尼啊。第4代即马咧上班，伊讲等下我退休才要倒来接。过去婚林卖了有几落间刀店，毋管是灶骹咧用的菜刀，也是做事咧用的草架啊，拢有咧卖。毋过现代机器甲技师哪来哪进步，取代传统的工具，目前卖了敢若剩一间尔尔。
已经做到40年的吴永贵，坚持用手工做出高品质的刀。未来嘛，按算要继续传给第4代，卖互传统的功夫师团。记者综合报道。境外消息来关心，台湾已经联名甲一寡劳工团体有去立法院头前，要求政府、要求立法委员针对家事服务法要赶紧立法，互25万伫家庭内的外劳会当有法律的保障。严格劳动部是表示讲，家庭的看护工虽然拢有无共款的状况，要推出转发目前有困难。家务移工要保障，各界妇女来相挺。无共国籍的家庭看护工去立法院头前有报条，要求台湾政府应该赶紧将因花10几档的家事服务法来立法。那现在呢，我们台湾移工联盟已经推动了家事服务法的草案，已经进到立法院。我们也希望政府可以提出它的正院版本，让这样的法令它有机会在立法院里面进行实质的审查跟讨论。劳团讲，国内目前全部的家庭看护工拢无合用劳基法，无法度有基本工资、上班7天休1天等等的保障。其中相对较弱势外籍移工，大约有25万人。亲像前1阵仔就有看护工，因为替因头家买物件出车祸，所失去原本的头路，就要家己负担医药费甲生活费。Nung na-aksidente po ako, oras ng trabaho ko, pero wala naman pong tulong na binigay yung aking employer。比如说罹患癌症，比如说怀孕，其实各种他的生理状态会影响到他无法继续从事这种24小时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被雇主给解雇。劳团表示，因会伫立法院的新会期正式提案推动转发，而且要求个别家庭骗购制度应该要废除，嘛希望行政院推动家己的草案，针对劳团的诉求，劳动部是回应家庭看护工的工时甲休困的时间界定有困难，各界对相关的规范嘛正好有共识，推动转发恐惊的无遐尔简单。记者林雅文、徐凯台北报道。为特别减轻图书产业营运负担，文化部是宣布讲3月份开始，多册出版的收入免扣营业税。也毋过免税了后，至5%优待要放伫倒位，即马各界有无共款的看法？最近这几档受到数位化加网络资讯发达的影响，台湾出版产业逐年衰退。文化部经过济届和业界、财政部等单位的讨论，决定为3月初1开始免订营业税。但是免税了后，实际上好着啥人如何执行？文化部表示，这是商业机制。毕竟它是一个产业，所以我们这里是尊重所有业者。他其实在我免税之后。这个怎么样去计算这个税的一个实益，跟怎么样回馈到内容，怎么样回馈到阅读跟消费这个部分的话，那这个我们就尊重它的商业的机制。亲像经销商向出版社买册时阵，以及册店通路甲经销商落订单，落尾消费者买册，这3种情形拢免纳营业税。目前出版社和经销商大部分维持原本的定价，但对册店来讲，因颠倒是成本增加。但是中部无因为政府这个政策降价，所以伊的成本同款，阮是付出的成本是同款的。但是消费者伊就会感觉讲，为什么我买的册无较共？本地1000块乃无变950，但是阮为着回馈给消费者，阮可能会变成950。有的册店可能会安尼做，但是伊的规个成本都是悬的嘛。有业者表示，免税实际上带来效益真少，说落来若会当杀图书礼券，对产业来讲可能有较大帮助。文化部推的迄个免税这个政策，其实是规个进前前一任的部长郑部长来讲的新书售价规范里面的一个环节。后一步更加重要的配套措施是应该爱杀图书礼券。苏志宏表示，去年的艺放券有实际带动民众进入册店买册，所以若要协助出版产业，图书礼券应该是一个会使思考的方向。但是其实对规个图书出版产业来讲，也是读者愿意买册看册，这是上重要的代志。记者杨淑静、谢桂林综合报道。
嘉义国际艺术纪录影展今年已经是第8档。今年主题是希望5万观众透过看影片，用非主流观点的影片刺激来思考咱社会改变。嘉义国际艺术纪录影展就要伫3月12正式举办。这届总共有50出纪录片参展，主题叫做“重组另世界”，希望观众透过世界同款的议题来思考社会的改变。事实上，我们的人生忽略很多，正如我们一天到晚都去出国，从来不晓得我们自己长什么样子，从来不晓得自己我们国家有多少美好的地方可以去玩一样。这个影展一直在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只去认识主流影像。这届影展的内容有6项主题，嘛头摆加入表演艺术底片的规划，希望透过舞蹈艺术或者是进对式的剧场，一寡编导新摄影的作品，互看的观众有新的体验。我们总共推出有史以来最多的作品，有50部作品。这50部作品的19部呢是参与台湾的首映，那么10部是世界首映，5部是亚洲首映。主办单位表示，除了影片的放映，嘛会去学校内底办讲座活动，搁邀请一寡导演来分享影片的内容甲目的，希望观众透过国内外的纪录片，思考对未来世界的态度。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少年白这演会晓讲武艺的人是哪来哪少，也毋过也是有真侪对武艺真用心的少年家伫网络做 YouTuber。咱来看台南妹仔阿佑的武艺创作之路。Follow AYO 台语好耍哦！大家好，我是台南妹仔。白话字简单用17个拉丁字母去甲声调组合，就会让家己写出来啊。遐捌个报警内底有一位古锥的网络红人，台南妹仔 AYO， 伊毋若小解台语白话字，嘛要教大家安怎找台语的本调，了解变调原则。我想要知影歹人的歹，伊是本调是啥物？我就甲即个歹摕去放伫后壁。我想讲。做歹啊，所以伊后壁的阵伊就是本调，所以伊的本调就是歹第2调。今年27岁，台北艺术大学电影系出身的周家颖是演员、编剧、企划，嘛是导演。因为兴拍片，加上自细汉就对爸爸台湾歌谣艺术周定邦念歌做说唱艺术。伊讲，这个台南妹仔 YouTube 节目的卡本幕后的军师就是爸爸。我是台语靠拍主安尼，对，若有台语也袂晓的物件，我拢随卡两问爸，啥物件要讲安尼。我感觉伊拢会受一寡诙谐，一寡出头啦，互人较好亲近的迄种的卡本，互少年人较好接近。这个台语安尼。台南妹仔对家己作品的坚持，毋但受爸爸肯定，一路独立制作的辛苦，伫咧边仔甲斗监督、斗学演的朋友，嘛拢对伊伫咧学，甲斗相挺。一开始讲什么声母啦、棍母啦，迄个物件，其实迄对我来讲拢是种陌生，所以我就是看伊的影片来学，我嘛是迄个学的人安尼。我其实我嘛毋知我的观众伫倒位，啊，毋过我一直相信的是。我唔知影倒位有人需要，啊，不过一定是有需要，才有创作者想要做。去年台南妹仔用特别半冬的时间，伫咧接气势浪胖完成8集的节目。今年伊也望得到文化部的补助，翕较侪和台语生活对话有关系影片，继续伫咧网络创作，互母语路加更较丰富精彩。记者敏珍、夏桂林台北报道。美国29岁的亚西诺囡仔死的时，伊得着骨癌，是一个癌症的患者。成功对抗癌症了后，伊即马倒脚是穿奇迹。即马伊嘛打算调太空人，会加做人类史上头一摆由普通人去太空旅行的成员之一。伊要穿奇迹去上太空，嘛写落来新的纪录。伊是望讲用行动来鼓励当地对抗癌症的囡仔。由好野人艾斯克曼出钱，目标伫咧年底进前完成人类史上第一笔的商业太空之旅，会有4个人坐 SpaceX 的天龙号太空船坐地球5天。3、2、1。这段太空旅行也有另外一个创举，就是将一般民众送上太空。伫第一波所公布的太空人名单，把得到骨癌的少年女导师亚西诺被选到，伊是全世界上少年的太空人。So I'm going to space.
29岁亚西诺自细汉就太空梦，伫咧美丽乐观的外表下，有一段辛苦的童年。伫10岁获医生诊断得到骨癌，要去美国田纳西州的圣裘德儿童病院治疗，开始伊的抗癌之路。My disease is called osteosarcoma, and it's a bone cancer. It's very serious. If you don't catch it fast, it spreads. 1年外的密集化疗，最后接受卡达夫换地手术，伫倒脚大腿装假脚。亚西诺经过复健了，即马拢恢复啊。To inspire these kids by going on this mission that to dream big, that they can do anything. 这边 SpaceX 的飞行任务有4个一般民众的位，分别代表领导、希望、慷慨加欢迎。亚西诺代表的是希望，成为一位儿童癌症的存活者。希望伊的故事会当鼓励更加侪伫咧接受癌症治疗的囡仔。I'm the first St. Jude patient to go to space, the first pediatric cancer survivor, but I know I'm not going to be the last. 虽然装假脚了行动受到限制，不过医生评估了，认为这袂限制伊的飞行任务。亚西诺将会伫咧这边的太空航行中担任医务人员，但所剩的连选名单拢出了，就会开始训练计划。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镜头来南韩最近有一寡真热门的网络漫画改编做电视剧甲电影，因为疫情关系，即马伫全世界报上嘛带动另外一波寒流。因为南韩带头创立网络漫画，嘛催生袂少漫画新的作家。全世界正历智慧型手机的时代，韩国即马甲网络甲漫画结合，改变看漫画的习惯。过去自画图到上色，拢是一位画家包办，即马分工愈来愈有，甚至演变出一套学图册。 My work is to turn the online novel into a webtoon. It's like making a webtoon's blueprint. I need to make sure the written descriptions are shown well through comics that we scroll to enjoy. 一部网络漫画的完成，先自故事的内容加设计分镜开始，接来则是画草图，所有的景拢画好了，再搁上色。 I am in the middle of the coloring process. As I am doing several artists' coloring work, I try to color them based on each webtoon artist's style. 为了要和色调同款，也有人负责色彩校正，由7个到8个人组成团队控制品质。韩国的网络漫画发展这么紧，除了因为智慧型手机普及，也有影剧产业的帮助。 由漫画改编成做电视剧，俗称漫改剧。大家上知就是去年推出的《雷探二 Class》。 改编自观看次数超过4个人气网络漫画，拍做韩剧，总16.5个高收视率，破破 JTBC 电视台收视率纪录。另外一出恐怖剧《Sweet Home》，上线48点钟久，就攻占全世界42个国家前10名排行榜，伫台湾、韩国等8个国家更加是第1名。 这2部韩剧拢是线上串流平台 Netflix 出钱翕。韩剧改编以前拢是拍爱情戏，佮加入真像是推理、悬疑、行凶霸凌，甚至倒具奇幻元素的题材，观众接受度袂歹。电视台加串流平台改编作品的收视率一直创新高，也带动原作品的销售，连带刺激周边产品的消费，两种互相斗相共。希望伫即马疫情的情形下，甲韩流佮撒向一个新的高峰。 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来关心环境，法院地伫中国青海一路经过东南亚5个国家，全长4350公里的湄公河，最近过这几冬伫咧做发展，因为有做水力发电厂乱挖石啊，危害森林，加上气候变迁，即马湄公河的水位下降，靠掠鱼地转食的人即马拢掠无鱼。 晓伫咧柬埔寨首都金边动力沙湖的这只船啊，是渔民顶用索斯讨赚的家私，嘛是因规家伙会当遮风杂雨的厝。伊今年57岁，一世人拢伫咧这片东南亚上大的淡水湖咧掠鱼啊。这几年鱼啊是愈来愈少，伊的收入嘛减真济，有当时啊无用规工，才赚15000块的瑞尔，差不多是台票105块。啊，黑到ខ្លាំងហ្នឹង30គីឡូ，ឥឡូវវាអត់1គីឡូ，1គីឡូ，វាអស់ហើយអស់ត្រីហើយ1គីឡូហ្នឹងហើយ。 不过这几年水情有变化，流入动力沙湖的水，有当时会去互淹沉着。专家认为讲，
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是靠岸，也有起伫个湄公河水头的水电发电厂。So first, the connectivity, which is mainly hydropower, but also dikes and sand mining. I will put in that category. Second is land use change across the basin, so mainly loss of forest cover. 湄公河有4530公里长，水头伫中国的青海省。外界甲东南亚5个国家拄着水位下降的问题，指向中国伫个水头起的11个水坝。美国政府希望伫个湄公河水尾的几个政府，应该向中国讨一个公道。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受东北季风影响，东半部大台北会落局部地渐雨，早暗的天气嘛较凉，严格到拜四，水气就较减，温度嘛会回升。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4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到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将请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